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英，很高兴能够参与《爸爸的木匠小屋》第3季的录制。我从小就对传统工艺非常的感兴趣，只不过很少有机会去真正的体验或者接触这样的环境。所以当节目组找到我，并且告诉我这次可以跟郑爸爸一起合作一件作品的时候呢，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这次拍摄呢，我去到了历史悠久的塘溪古镇，过程中还学会了传统饰染工艺，保证它就是每一面都有碰到这个柿子的颜色，学会了踩缝纫机这个技能，都是我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感觉收获颇多。这个是我家旁边的树子林，不是树子林，我在说什么？等一下。如今社会的生活节奏呢越来越快，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静下心来去慢慢的钻研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爸爸的木匠小屋通过镜头去记录木工这一项古老的传统手艺呢，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对传统工艺和文化感兴趣的话呢，记得要收看哔哩哔哩独家播出的纪录片《爸爸的木匠小屋》，我们不见不散哦。